啊，毋过啊，你甲吴医生留伫美国家己回来，我实讲足袂得过。5个？就问一下，你是安怎生啊？我生2个，啊3个是领养的，因为因期就甲迄种大家庭的感觉，所以即摆做奶爸做了就欢喜的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毋过麻烦你千万免甲这件代志甲黄一成讲哦。伊之前哦，佮甲我讲啥物，伊要生8个、9个，要组一个棒球队呢。伊若是听到你的代志哦，一定会甲我当作母猪，叫我一直生一直生。好啊，那安尼哦，咱2个来相输。你若是约会出来，我就叫黄一成替你扫你的房间1礼拜。啊，毋过你若是约袂出来，你想要叫我甲你拼房间哦？我做袂到啊。哎哟，你是长辈呢，我哪会好意思叫你甲阮拼房间？我想看卖咧，我就罚你写10遍，我以后袂阁欺负黄一成，安尼就赢啊，好无？马婉仪，对于钟爱医生。古马婉仪，我头一摆看到这着急的夫妻，好，在神的面前，爱是受到祝福的。今晚我就宣布，因2对新人正式结为夫妻。新郎今晚开始会使亲吻新娘。学姐，喂，慢慢进哦。这珍贵的历史镜头，我要好好翕一下。学姐，喂妈，我知啦，这摆婚礼等咧进行呢，新郎要进新娘。好啦，我知。真好，妈，我甲你恭喜啦，你祝。大姑我看袂使，愈看愈可爱。老公，你该专心哎，你还没有亲我。好，我即马就随保护你。我爱你保一世人。嘿，老婆，请你较专心的用，OK？